在咱在地前来讲婚姻的消息，苏澳乡南光国小为了要学生对艺术有兴趣，在校定课程中加入这个配音戏的课程，为戏红啊到舞台设计甲写故事，拢是大家共同的创作。在寒暑假，嘛有学生去学校训练，即摆代表婚姻馆参加全国创意戏剧比赛，摕到全国的特优，真正厉害。 苏澳南光国小的囡仔用戏红啊将家己创作的故事表现出来，是不加精彩。为戏红啊和舞台设计、各编写故事，拢是大家做为创作的。因为之前我们没有接触过配音系，然后学校有办这个营队，我就觉得可以参加看看。参加之后我觉得蛮好玩的。配角戏是真专业的一个表演，南光国小嘛伫咧戏馆戏落时，和学生来训练。经过长时间的练习，嘛培养学生读台语、含写故事能力。发现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，就是小朋友的闽南语。 我们的闽南语变得非常的流利。学校讲，透过表演课程训练，就会参加全国比赛，可以摕到特优，mau偏向囡仔加强自信，未来伊咪继续拼赛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